喺落車呢一刻，我諗起一位故人曾經講過：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貧。咁點解我哋唔可以注定係富嗰個？雖然今日我係嚟睇樓先坐上呢部勞斯萊斯，但我相信夢想有日達成，找到心底夢想的世界終可見。可能你會話今日唔知聽日事，但起碼嚟呢度睇樓接送你嘅係勞斯萊斯。呢度就係澳門嘅豪宅金豐名匯駿日豐。見到佢嘅大堂，你可能已經覺得自己高攀唔起，但女方曾經講過：天有幾高，奮起雙手可攀到；假若跌倒，敢於挑戰再比高。24小時嘅會所有健身房、游泳池，你可以喺呢度盡情揮灑汗水，因為每一寸汗水換每一個成就。見到呢度4梯2戶嘅私密電梯，你可能會感嘆：天造之材皆有其用，振翅高飛無需在夢中，也可在 lift 中。呢度3441尺4房3套，呢個係你從未怨過命，一生都打拼換翻嚟嘅3.35米高客飯廳。如果喺呢個廚房，你老公好俾心機咁煮嘢，都係煮咗啲黑暗料理，你就要鼓勵佢成和敗，努力嘗試。人若有志，應該不怕遲。當你老公好大壓力，偷偷喺呢個廁所漏馬尿，你應該第一時間攬住佢講：別流淚心酸，更不應捨棄。我願能一生永遠陪着你。如果你女女喺呢個書房問你人生嘅意義係乜嘢，你可以咁答佢：路縱崎嶇，亦不怕受磨練。願一生中苦痛快樂也體驗。呢個係你仔仔嘅房。如果佢喺呢度話自己唔夠自信，你一定要同佢講：此朝陽正初升，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。而呢個長輩房，我希望可以送俾叫我堅毅望着前路，叮囑我跌倒不應放棄嘅父母。然後請准我說聲真的愛你。最後喺呢個增進夫妻感情嘅主人套房，我建議多啲讚你老公。強人是你，能飛天遁地，其實你了不起。因為你老公有咗你，就有咗讓疾風吹啊吹，儘管給我兩考驗，小雨點放心灑，早已決心向着前嘅決心。好啦，喺呢個望住高爾夫球場靚景嘅陽台，我好想講：無用計較，快欣賞身邊美麗每一天，還願確信美景良辰在腳邊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呢度有15人設計師團隊用咗3個月設計、3個月採購、6個月施工，使咗400零個裝修，而家2000零個就可以拎包入住。睇啱就揾我啦，希望你做個血性男兒，願到呢間睇一次。